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生我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我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好，我们要今天进入但以理书第1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张富春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让我们今天清早我们有饱足的精神。虽然外面的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是主，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透过线上，我们要来圣经共读，我们也恳求父神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边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明白主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依着主你的话语，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来容神一人。我们恳求父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时恭敬的将我们的机会仰望在父神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是但以理看到70个7的大异象，到了第10章进入到11章是第4个异象，这个异象呢也是在这个10到12章是这个战争的异象啊。那这战争不仅是但以理之后的200-300年所发生，甚至直到末日会持续有这样子的战争在灵界在属灵当中。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第11章到12章是特别是在北方的叙利亚，就是希腊分为4块之后，叙利亚代表北方，埃及代表南方，在这300年当中的互相战争，而以色列就夹在中间，成为池鱼之殃。那昨天看到上帝这个人子指示但以理，波斯3个王还有第4王兴起，第4王去击打埃及，埃及后来有一个这个勇敢的人就是亚历山大，那他起来执掌大权，随意而行。那他兴起的时候呢，却在最巅峰的时候却瞬间崩落，而他的帝国向4方来分开，然后他的国被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办法继续他来做王，而是昨天的5到20节当中讲到，就是北方叙利亚王黄色这一块和南方埃及，那连续好几代的征战，恩怨情仇那当中有2段的联婚，就是在安提阿古2世和这个多利买2世，那他们之间的联姻关系，还有到后来的安提阿古3世和这个多利买5世之间的联姻关系，但是呢都带来这个南北两个王朝混乱的局面。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这个从这个11章的21节之后呢，的主角通通都集中在这个安提阿古4世那他本来是应该由他的哥哥西流古4世来担任王，但是他却篡了他哥哥的位置。北方王叙利亚2个兄弟就是西流基4世和安提阿哥4世，南方是多利买6世，所以南方已经来到了多利买5世的儿子多利买6世。西流基4世因为面对罗马赔款的要求，陷入经济的困境，所以派了负责税务的西略多禄四处横征暴敛，其中向耶路撒冷圣殿索取。后来西流基4世被西略多禄给毒死。好，所以这个就是故事的背景。那我们请那个副村长带我们来读第11章的21节到24节。
那天使继续解释说，这以后有一个邪恶的人要夺取叙利亚的王位，他无权继位，却趁人不备，以诡诈的手段夺取政权。他要彻底消灭所有反对的势力，连上帝的大祭司在内。他用缔结条约欺骗别国，他统治的虽然是一个小国，却越来越强大。他要趁人不备，进侵最富庶的省份，做他祖先从来没做过的事。他把战利品分给部属，他要策划攻打堡垒，可是他的日子并不会长久。好，谢谢。那这叙利亚就是这个北方王啊，那就是指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好，怎么样得到他哥哥的位置？好，那这个卑鄙的人，好，从21节讲到这个卑鄙的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从这一章21节开始，一直到结束都在讲他的事情。那他本来是在主前189年在罗马被当作人质。他的哥哥西流基四世做王第11年，西流基四世用自己的儿子，就是安提阿哥的侄子迪米丢代替。那安提阿哥被留在雅典，西流基四世做王12年后被害后，他得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得到别迦摩王欧迈尼斯的帮助，也得到军队来进占巴比伦，把希略多路消灭，又夺取了政权。那在安提阿哥四世的执政最初5年，有同时间的摄政者，就是西流基四世，他的另外一个侄子，就是他的另外儿子，也叫安提阿哥，后来遭到杀害。那他本来应该要把西流基四世的儿子迪米丢来拯救出来，但是安提阿哥四世没有这样做，自登为王，所以人民对这都觉得很不满，就用外交手法。安提阿哥四世用外交手法跟其他地方建立关系，来支持自己的王位。所以这一段讲到说，他彻底消除所有反对的势力，连上帝的大祭司在内，然后缔结条约欺骗别国，统治虽只是一个小国，却越来越强大。所以这一节开始都在讲到安提阿哥四世的作为啊。那安提阿哥四世整肃北朝的军阀，就是在北国当中，还有以色列大祭司。好，所以刚才有看到，他也跟以色列祭司来合作。就是消除异己，甚至利用跟南朝，就是在埃及的多利买六世，多利买就是这个北国和南国第二次联姻克利佩蒂拉跟多利买5世生的儿子结盟，因为他们应该是有亲戚的关系，然后呢，为了解决巨额的赔款问题，因为当时罗马越来越强，他们不得不解决赔款的问题。那24节提到安提阿哥四世呢，他瓜分掳物、掠物和财宝，然后这些都是暂时的，他把钱财分散给国中平民百姓，看起来好像勤政爱民，其实他是一边策划攻击自己的要敌，一方面又欺哄百姓，要把战利品分给百姓。不过这一切呢，最后的目的为了要扩张自己的领土，所以23节又说他本来只是一个小国，却越来越壮大，而且呢，要安提阿哥的欲望很强大，要百姓为他的欲望来牺牲。所以当安提阿哥四世后来跟埃及表面上和好，其实当他进入埃及之后，就施行一连串的抢夺，所以多利买六世呢，被骗了。而在主前170年到169年，安提阿哥四世重新发动对埃及南朝的侵略战争。多利买六世2个大臣就煽动多利买应该要离开京城逃走，结果呢却被安提阿哥四世给俘虏了。好，接着再请傅传道带我们来读25节到28节。他将奋勇地率领大军攻打埃及王，埃及王也要用强大的军队应战。可是不能成功，因为他将被叛徒谋害，他最亲信的人要毁灭他，他的军队将溃不成军，许多人战死沙场。这以后2个王要同桌进餐，可是他们心中各怀鬼胎，彼此欺骗，他们不能达成心愿，因为指定的日期还没有到。还有28节，希律王将满载战利品返国，决意消灭上帝子民的宗教信仰。他要自缢横行，然后返回本土。
所以这段人子对但以理的预言呢，好意象呢，非常的仔细啊，把这整个200-300年的故事呢，好的情节呢，好描述的好像真实事件。那历史上确实也就是在这样的预言当中来发生。后来多利买六世被掳走之后，埃及就让多利买八世是他的弟弟为王。那安提阿哥四世跟多利买六世，因为多利买六世就倾向北方，所以南方就另外有多利买八世起来执掌。那这安提阿哥四世跟多利买六世签订合约，要将埃及纳为凡属国，然后放多利买六世回国，所以他被掳走。那回国前，安提阿哥四世款待多利买六世，在吃饭的当中，刚才的经文有讲到，他们2个王同桌进餐，可是心中各怀鬼胎，彼此欺骗，这是圣经的所说的，都不能达成心愿，所以2个王口蜜腹剑，各怀鬼胎。结盟之后，安提阿哥四世回到他的国家。好，那在钱币上呢，印上胜利的字眼，就是他觉得他可以并吞了埃及南方多利买王朝。在途中，他经过犹太地区，那时候犹太群众谣传安提阿哥已经4世战死在沙场上，所以犹太人企图要夺回宗教的控制权。结果没想到安提阿哥4世回来，那安提阿哥四世以为他们在叛变，就在耶路撒冷大施杀戮，进入圣殿，掠去黄金1800他连得，并把圣殿器皿夺去，重新立大祭司，并且在城里面做了堡垒，驻了守军。他就是要在镇压耶路撒冷。那多利买六世回到埃及之后呢，在他妹妹的调停下，跟他的弟弟多利买八世呢消弭敌意，所以他们又重新合作。那埃及又坚强起来，对抗安提阿哥四世，所以跟当初安提阿哥四世这2个王共同进餐要结盟的这个约呢，就被破坏。这在历史上呢，并这样发生，虽然不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在人子对但以理的预言当中，息息相关，因为这是关系着犹太人的将来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接下来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29节到35节。时机成熟，他将再向埃及进军，但这次跟以前不同。基提人的舰队要来攻打他，使他惊慌失措。西利亚王将报恨撤退，并以破坏上帝子民的信仰泄怒。他会听取那些背叛信仰人的建议。他派来的部队要亵渎圣殿，禁止每天该献的祭，并且把那毁灭性的可憎之物安置在圣殿里面。他会用诡计骗取叛徒的支持，但是那些忠心跟从上帝的人要刚强起来反抗。民间明智的领袖们要教导平民，使他们明白。可是还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会战死，被火烧死，被抢夺，或被俘。当屠杀进行时，上帝的子民会得到一点点帮助，但有好些人来参加他们的行列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有一些明智的领袖将被杀，但是他们的牺牲将洗涤锻炼人民，使他们的纯洁。这事将继续，直到上帝所定的终极来到。先到35节，谢谢。所以在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跟南朝又分裂之后，那他又再次整军来向埃及来进攻那在主前168年，他第2次入侵埃及，但是这次的入侵过程呢，遇到了基提，就是罗马的海军军舰来支援埃及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只好撤兵。那撤兵的时候呢，又遇到犹太人在抗议因为犹太人就是在叙利亚，就是在安提阿哥四世的管辖范围内，他们在抗议安提阿哥四世的希腊化政策，就是让希腊的这个语言让他们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都要带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地区，所以犹太人就成为安提阿哥四世他出师不利泄愤的对象。
犹太人当中呢，其实本身就有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早就想要接受希腊化，就是墙头草两边好，那成为安提阿哥四世的爪牙。其中呢，大祭司好，所以这重要宗教领袖首先叛国看起来像是叛国。那孟尼鲁斯为代表。那主前167年，安提阿哥四世就派兵在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当中，进入耶路撒冷，烧杀掳掠，废除犹太人的各项节期礼仪，不禁止他们割礼。又在西元167年的12月，在圣殿里面设立了希腊神明宙斯神的神像，甚至呢，在祭坛献猪脂为祭，用猪的血。猪是本身就是圣殿这个利未记当中不洁净的动物，又用猪的血来污秽祭坛，甚至命令犹太人要向宙斯下拜，不遵守的就要处死哦。那很多的犹太人呢，抵死不从，所以很多的以色列人宁愿死也不肯违背圣约，像但以理一样。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就是让但以理他能够透过他的预言，让接下来的这些的犹太人能够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作为。而他们呢当里面包括马他提亚还有马加比家族这都是祭司家族。有祭司呢是倾向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的政策，但是也有其他祭司呢是抵死不从，起义对抗。那他们甚至还得到初步的胜利，但最后都仍被杀。所以34节、35节讲到他们扑倒会得到少许援助，却有许多人用诡计加入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为使他们受熬炼，成为洁净洁白，直到末了。所以这是在讲到主前160几年的时候的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革命是在犹太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而且他们甚至还有独立的将近100年的时间。但这个悲惨的情况呢，最后还是失败收场，失败来告终。所以这个让许多谄媚的人退去，那经过熬炼得到清净和洁白，就是不再向安提阿哥四世来屈服。好，接着在起父传道，我们来读36到39节。西利亚王要任意妄为，自夸他比任何神明伟大，甚至高过万神之神上帝。他会继续这样狂妄，直到上帝惩罚他的日子。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计划，绝不改变。这个王不敬重祖先拜的神明，也不尊重妇女们所爱的神明。其实他不尊敬任何神明，因为他自以为比任何神明伟大。他反倒去拜祖先没有拜过的那些守护堡垒的战神。他向这些神明献金银、宝石和其他贵重的礼物。他用信奉异教神明的军队防守他的堡垒，接受他统治的人，他就视他们高官厚禄，又分封土地作为报偿。好，那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呢，好的烧杀掳掠引来了马加比的革命好，那在这一段36到39，又再一次重复，其实也是指更加详尽的讲到安提阿哥四世逼迫的状况。那这一段交代的情形，其实在第8章10到12节、23到25节就有类似的描写。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呢，从第7章那个小角，第8章的小角，然后到第11章，他这个看起来就是以一个魔君一个疯狂的角色出现在但以理的预言当中那安提阿哥四世本身的宗教信仰呢是摇摆不定。好，那甚至他这边也拜，有时候又不拜。好，那很多人认为他是以自己为宙斯就是丢斯，成为他太阳神成为要受人敬拜的对象。那他也是第一个在叙利亚王当中，在钱币上用自己的像，还把自己加上神性的称号的这个北方王。他真的是把自己看为像神一样，觉得好像他是天选之人。那安提阿哥四世的结局呢，就是在他对犹太人烧杀掳掠3年后呢，在主前164年11月，他远征帕提亚人，就是到伊朗的时候，在冬天突然病逝，就死在波斯的加巴，这是他的下场。安提阿哥四世统治时期，为这个塞琉古帝国
好，就是北方叙利亚王朝，好，算是最后一段强盛时期。好，在他之后，这个叙利亚就快速的衰败，那也是很快的就落到罗马帝国的手中。罗马帝国也没有办法一直在往东进啊。好，那某个程度来说呢，安提阿哥四世也导致希腊帝国的衰亡，因为他本身是篡位者，篡了他哥哥的位，还有篡了他侄子的位，好，那他差一点就征服埃及，好，在他的计划当中，好，然后用各样的这个协议、协商、密室协商，好，然后呢收买人心，好，然后利益交换，好，那好像我们今天在看到的政治的这个政治舞台戏一样。但是呢，在罗马的出兵干涉底下呢，好，他的计划好一个一个的失败的时候，好，他就拿犹太人来出气，犹太人在这当中就成为他的牺牲品了。那他这一段的过程呢，好，成为安提阿哥四世在西方谚语叫做 line in the sand， 好，就是在沙地下画底线了。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当罗马军队要求安提阿哥四世撤兵的时候呢，安提阿哥四世好，TK 好，嘴巴很硬，他不要，所以这罗马将军呢，好，就派人用了这个五军刀呢，在地上就把安提阿哥四世画了一个圈圈，好，说你如果不撤兵，你离开这个圈圈，地上的沙的这个圈圈，好，你就得死。好，那他最后还是乖乖的屈服啊。好，所以这也是这个西方谚语 line in the sand 的这个典故啊，就是跟安提阿哥四世有关。另外，他在犹太人地区强行推动希腊化的政策，也导致后来的马加比起义。但是这个是世界的局势，亚历山大好，他用这个希腊化好来影响了整个中东地区，好，甚至影响了这个欧亚非地区，所以也让这个本来使用很长久的亚兰文化，好，从这个亚述亚兰亚述开始，巴比伦、波斯好都在使用的这个亚兰文呢，好，却在这个亚历山大之后呢，居然被取代，好，希腊文就称霸。所以为什么旧约的希伯来文加上亚兰文，到了新约变成希腊文，也是在这段时期所产生的。好，那再来40节到45节，再请副船长带我们来读。叙利亚王的终局快到时，埃及王将出兵攻打他。叙利亚王要动员他所有的军力，用战车、战马和舰队来反击。他要侵略许多国家，像洪水一般泛滥大地，甚至要侵入那美好之地，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以东、摩押和亚门残余的人得以逃脱。他侵犯那些国家时，连埃及也逃脱不了。他要掠夺埃及珍藏的金银财宝和其他贵重的东西。他要征服利比亚和古时。后来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风声使他震惊。他会在盛怒下奋战，杀尽灭绝许多人。他要在大海和壮丽的圣山间支搭王家的大帐篷，但是他的死期到了，没有人能救助他。好，谢谢。那在这一段的人子对但以理的预言呢，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了。好，那因为安提阿哥四世后来不是死在这个跟这个埃及或是跟其他希腊国家的征战，好，是死在这个伊朗，好，死在波斯。好，那所以虽然有第3次的远征埃及，但是呢却不是在历史的记载当中这样的发生。好，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一段40节到45节，好，要么就是上帝启示给但以理，好，但是上帝又做了因为马加比起义的关系，上帝做了改变。因为马加比起义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有提到的是后来的修殿节啊，修殿节这也被记在圣经当中，好，跟马加比起义有关，他们起来洁净圣殿。好，那有可能就改变了但以理的所看见的意象。好，但也有很多解经家认为这个40到45节的意象呢，好，是除了当日在安提阿哥四世的身上发生，也可能在将来所有的敌基督，好，就是公开的敌对上帝，好，然后糟蹋上帝的殿，好，那今天就是公开的敌对教会，糟蹋教会的这些敌基督的身上。好，那整个但以理书当中呢，第7章的第4兽，
然后呢有4个头的那个兽，好的那个小角，跟第8章公山羊那个羊上长出的那个角上的小角，好都有一样特色，就是狡猾、聪明、善于舞动权术、残暴、极力的压制上帝的选民，甚至公然的挑战神、亵渎神啊。那安提阿哥4世本身并非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好，那差很多，好，跟那个尼禄啊，跟其他皇帝比起来。但是若圣经的角度来看，好，这只小角这样子的恶名昭彰，在但以理书当中3次的提到他，好，甚至几乎有第11章超过半章的篇幅哦，都在讲到很仔细讲到他的作为。好，那他有几个原因，就是无情的践踏神的选民；第2个自高自大；第3好挑战神，除掉了圣殿的燔祭，毁掉圣所，引诱选民犯罪。其实好，这个就跟魔鬼撒旦的作为好是一样的。好，所以也成为这个敌基督的代表。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12章。好，那今天要读到12章的1到4节，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最后一段。那位穿细麻纱衣服的天使说，那时守护你同胞的天使长米迦勒要出现，然后将有一段灾难时期，是立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在那时期，你同胞中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的都会得到拯救，有许多已故的人将复活，有的要享受永恒的生命，有的要受永远的羞辱。明智的领袖们将发光，像天上的光体一样。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但以理啊，你现在要把这卷诗合起来，加上封印，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有许多人白费心血，想探究要发生的事。好，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哥4世呢，自封为宙斯太阳神。好，那他以为他可以发光，但是呢，在人子对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当中呢，好，从第10章好一直到第12章，好，那前后连贯起来呢，好，10到12章，在预言当中呢，好，神好才是真正说要有光就有光的神，但是神呢，却使他的百姓仆人呢，好能够像星一样的发光。好，那所以在这个预言的最后，人子对但以理说，好，那现在这一本还是继续用天使哦。但是在预言当中，好，就是这一段的对话呢，是从第10章的后面，好，那个人子一路对话到这边，好，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一段的预言也有可能是用人子好对基督对但以理所说的，好，说守护你同胞就是犹太人的天使长米迦勒会出现，然后有灾难时期是立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好，那这一段的话呢，跟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好所说的末后的日子大灾难好都可以做连结对照，在那时期同胞记载在生命册上都会得到拯救。好，那第2节讲到已故的人将复活，这个复活是整个旧约圣经当中讲到最直白、好最直接，好，就是说很多人必醒过来，还得到永生呢。好，所以能够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福音之前，讲到信耶稣得永生之前，其实早在500多年前但以理书好的预言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但以理呢，好，他是旧约的启示录。耶稣的门徒约翰呢是写了新约的启示录，那他们2个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都很年轻就开始服侍，但以理17、18岁，约翰呢施洗约翰可能15、16岁就开始跟随耶稣。那还有就是他们都很长寿，但以理90几岁，好，那这个施洗约翰也到90几岁，还有就是他们对主耶稣对神呢都是很单纯，很这个纯正的心，好，所以上帝呢也让他们在这么长的服事当中呢，好，他们能够见异象、见异梦，甚至主耶稣都亲自告诉他们这个关于世界的终局，还有讲到对他们个人好的这个未来的要发生的事情呢，好，所以很特别，可以把旧约的但以理跟新约的约翰，好，这个2卷书好可以做一个对照，好，那在这里讲到，好，在灾难时期呢，只要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就是用这个坚定的信心，好，没有离开上帝的殿，离开上帝的信仰，好，都会得到拯救。
而许多的人已故的人还会复活，并且起来享受永生，但有的人却是进入永死永远的羞辱当中。明智的领袖将发光，像天上的光体，就是星星。那教导许多人秉公行义，继续走在义路，被神能够看为义的，就要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哦。而但以理就是人子对但以理个人的话，你要把这一卷书合起来，加上封印。那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这个封印不是说把这信息遮盖，而是说不能再改。所以启示录最后也是一样，最后结束也说，若人在这卷书上加上什么，天上什么，必要受咒诅啊。同样的意思，就是这是上帝颁布的话，上帝的这个在末后当中所做的事情，是不容许再更改。有许多人白费心血想探究要发生的事情，最后无功而返，因为他没有从这个上帝指明，用正确的信心，最后不论他怎么解释，却没有办法找到路啊。好，那在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看到人子预告说，苦难就是一连串的试验，那不是只有一次两次，甚至在但以理书当中是一个长达200多年，为了要让智慧人被磨亮变白啊，就是让那个智慧能够参透万事，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像表面上看的那样简单。即使我们遇到一次的不顺利，遇到第2次的打击，遇到第3次的失败，但是不代表神失败，神是最终终必要得胜。就如同这一段在希腊帝国当中纷纷扰扰的时期，其实后来他成了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看到那个巨大像当中解释的最清楚最详尽的一段还有当上帝的子民遇到邪恶的君王政治人物，或是我们今天在职场上工作上遇到这些敌对的人陷害的人或是如墙头草的时候呢，智慧人是以色列国也是在神国当中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秉公行义，领人归于义，能够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维持跟上帝的关系，看得比地上的一切还要重要，如同但以理还有3个朋友不像这些的金像下拜，他不怕王的这个丢到狮子坑的命令，他愿意见证上帝的同在，见证上帝的作为，如同以斯帖记，如同以斯拉尼西米一样，他们都在见证。而智慧人就要如此的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领许多人归于义的，就是希伯来书12章说，有许多信心的勇士，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要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那今天这一段的故事背后很复杂，但是呢，其实整个过程，不论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或了不了解，但是最终的目的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带领我们得胜，胜过一切苦难，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不要怕，耶稣基督会带领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能够进入那永远天上的家，得到那永远的奖赏。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也谢谢富春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常常率领我们得胜，因为你说你是掌管世上一切，你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他们在世上如同以色列人要遭遇许多的困难逼迫或是无妄之灾的时候，但是神你必定要按着你的应许，使智慧人能够发光如星，能够秉公行义能够见证上帝的作为，直到永永远远。愿上帝你再次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中，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也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愿神掌权，愿神与我们同在有与这个世界上的王同在，让世上的王都要尊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敬拜，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大家平安。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
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向我命赎回，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